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操心八百，台语安尼写，操心八百。华语的劳心劳力、劳神费力，台语讲操心八百，就是咧形容非常烦恼。台语文研究者潘科元老师伫伊的台语著作《水开台湾话》，讲八百是烦恼、忧愁、焦虑的意思。潘老师来举例。 外国的大客户常常讲要抽单，公司的业务部真八百，透明开会设法来挽回。潘老师佫举一句的俗语：坐囝坐八百，坐新妇坐体拓。体拓是指责、训斥、骂到体无完肤，就是骂到无一块好。人是坐囝坐福气，这句是咧怨叹后生甲新妇伤多，烦恼无穷，操心八百。 讲八百这个词，常常配合着操心来使用，操心八百。潘老师的解说，咱人若有代志咧操烦，毋但心中袂爽快，胃肠嘛会揪假，互人艰苦甲，足想要甲腹肚甲背互开，所以讲操心八百。伊看囡仔看真重，为着后生的前途是操心八百，烦恼袂煞。伊真够操烦，为着一家大细，操心八百。 操心八百的八皮、八土豆、八金蕉、八柑仔，也有目睭八开、目睭八金，拢是这字八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操心八百，实在真趣味。